美国职篮 NBA 多伦多暴龙今天做客纽约尼克，西亚坎 Pascal Siakam 攻下全场最高31分，助暴龙117-92痛宰尼克，拿下2连胜。暴龙台裔球星林书豪拿下12分。林书豪上半场未得分，第3节靠着2罚全中开张，第4节手感回温攻下10分，替补上场25分半进账12分，全场8投4中，外加5篮板、5助攻。暴龙一路压着尼克打，全队有6人得分达双位数，除了西亚坎和林书豪外，葛林 Danny Green 15分、4篮板。范弗利特 Fred VanVleet 12分、3篮板；伊巴卡 Serge Ibaka 10分、10篮板双10；鲍尔 Norman Powell 11分、3篮板。尼克方面，板凳出发的罗宾逊 Mitchell Robinson 攻下全队最高的19分、21篮板。但双10成绩于事无补，另外仅2名队友得分达2位数，艾伦 Kadeem Allen 和穆迪埃 Emmanuel Mudiay 各得18分、11分，尼克苦吞5连败。